熱帶風暴北面逐漸吹近本港，集結喺香港東南大約140公里。天文台話，今晚會改發3號風球。如果北面按照目前嘅途徑移動，聽日日間會最接近本港。黃春薇呢，而家就喺中環嘅港外線碼頭㗎。黃春薇，外邊嘅天氣係咪已經轉壞呢？係李津，外面天氣咧，的確係已經轉壞㗎。咁好似我喺中環呢度啦，各位至之前呢仲係幾好天下，咁不過咧突然之間咧又落住雨，咁雨勢咧亦都係幾密下㗎。咁我哋望出海面啦，可以見到咧一切大致平靜，亦都唔算太大浪。咁我較早時候啦，喺石澳海灘嗰度就比較大浪，咁有泳客咧唔理危險落水嘅時候咧，亦都爭啲浸親㗎。喺石澳海灘，救生員疲於奔命，為嘅就係救翻3個喺紅旗懸掛下都唔理勸喻落水嘅泳客。啲浪一個接住一個，仲高過個頭，最後全部人都安全下水。由於現時海面風浪好大，為咗你哋嘅安全着想，請立即上水。全日不停廣播，但仍然不停有人冒險滑浪。我睇住嚟玩太大浪，我就唔會出去玩㗎啦。睇個天就知今日天氣有幾咁反覆，一邊藍天，一邊就烏雲，間唔中仲落下雨。風又唔係好大，雨又唔係好密，好似平常咁啫嘛。天文台話，熱帶風暴北面經過幾個鐘頭唔喐之後，下晝偏北移動，近咗香港，吹向廣東海岸。天文台考慮喺今晚改發3號風球。熱帶風暴北面呢就會係逐漸靠近本港啦。咁將會喺聽日日間呢就係最接近本港嘅。至於8號嘅烈風信號啦，就而家暫時都係言之尚早。不過市民呢就應該留意天氣呢就會係逐漸轉壞嘅。我哋預計呢會有狂風嘅驟雨，雨勢喺聽日呢會係轉大添。預測星期2、3都會落雨。北面咧喺聽朝咧就會最接近本港㗎，咁究竟到時會唔會影響市民返工呢？咁我哋有最新消息會再為大家報道。先將時間交翻俾